1、2、3、4，想你的深夜，我的泪流成一面镜，心情愿放过我，月中浮出你的影，心啊落水寒，月若15暝情离破，山明海誓命，缘分两字破对半。两人的手牵到这，随风散。问爸你啊，写着山明海誓冷风行，哪会变成一段梦无结局的旧纸？嗨，大家好，欢迎光临岳云爱唱歌音乐教室。我是岳云老师，今天要介绍给大家的这首歌是谢玉君谢老板和这个超级红人榜20关的过关的关主叶若凡演唱的《冷风行》。这首歌呢，作词作曲都是好棒棒的石国人老师。这是一首西麦拉的歌曲有同Myla 是的，没错啊。既然是 Myla， 我们就看一下这首歌的最后一个音拉啊。那这首歌的最后一个音是拉啊，记得不要写反复了哈底下啦哈，这嘛是在最后一个音是拉啊，最后一个音是拉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它是一个怎么样 Myla 的歌曲，就是我们说是个小调的歌曲啊。那就是说我们看到 C 它的调号是 C 那 Myla 是表示它是小调啊。那看到钢琴呢，找到 C 的这个音，C 的这个音，我们弹下去要唱什么？唱拉这个也是 C， 对不对这是第4组的 C， 这是第5组的 C 弹下去要唱什么？要唱拉来要唱拉通常呢，我们都写1等于调号1、2、3的1等于调号，就告诉我们你看到调号的音比如说这首歌它的调号是 C， 然后你看到 C 的时候，如果写1等于 C， 那就是什么？那就是 C 大调这首歌呢，因为它是 C 麦啦，它是 C 小调 ，C 的这个音我们要唱拉，4拍子一首歌一个小节有4拍，它的速度呢是62，哇，比我心跳慢没错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来想啦啦。啦咪咪咪嗦嗦咪，瑞哆瑞瑞瑞瑞咪瑞哆啦，一起来。啦咪咪咪嗦嗦咪，瑞哆瑞瑞瑞瑞咪瑞哆啦。想你的深夜，我的泪流成一面镜，我的泪流成一面镜。来，想你的深空一口这是一个闭口音，同时呢，用4方形框框把咪咪嗦框起来，提醒大家，这是一个1拍，它只有1拍的切分音，而且2头短，中间长，怎么样？第一个音是咪，第3个音是嗦。这2个呢，脚底下都2条线，中间这个咪1条线。我们看简谱的时候，脚底下呢，阿拉伯数字的脚底下越多线条的怎么样？越短，对，所以2头短，中间长。那这个呢，压呢就是前面短，后面长想你的深这里还有一个嗦，对不对？想你的深夜嗦咪想你的深夜，我的瑞哆瑞瑞瑞，我的泪流成一面镜，我的泪流成一面镜，哆啦哆哆哆哆瑞瑞哆，切分音又来了，又2头短，中间长。哆哆瑞，哆哆瑞，哆啦哆哆哆哆瑞瑞哆瑞哆，前短后长。心情不愿放过我，心情不愿放过我，心嘛是空音口是个闭口音，愿是根本就没打开，嘴巴一直闭着的。心情不愿放过我，拉哆瑞咪嗦拉嗦嗦咪，又前短后长，请注意好了。
拉哆瑞咪嗦拉嗦嗦咪，月中铺出你的影，月中铺出你的影。好，接下来呢，刚才是谢宇君演唱，接下来换叶诺凡来，咪咪，我们这首歌是男女合唱，那同一个声部，女生一个声部，你要唱女生又唱男生，那你唱男生可能觉得很高，比较高啊。那我在练唱的时候呢，我会尽可能的照高度来唱啊。如果你听起来太高啊，那我欢迎啊，你就第8度来练习哈。那比如说呢，咪咪啦啦哆西啦，这是第8度了。那原来的男生应该怎么唱？咪咪啦啦哆西啦，嗦咪咪咪嗦啦嗦咪咪，再一次，咪咪啦啦哆西啦，嗦咪咪咪嗦啦嗦咪咪啊！同学对我摇摇手怎么样？哦，对吼。我为了要练习啊，给大家练习，我这里都照男生的高度唱了。那个第8度的同学怎么办？他就没练习到了哈。好。那等一下呢，碰到男生的句子，我就正确的声部的音高唱一次，然后第8度唱一次，这样可以吗？好，来，心马路水寒，为那15米经里破。好，来，咱第8度来，心马路水寒，为那15米经里破。好，接下去来。咪瑞哆哆拉哆哦，那我们第8度这一句就比较低了，对不对哈？来，咪瑞哆哆拉哆拉哆瑞咪嗦啦啦嗦咪嗦啦啦嗦，还延长半拍才咪哦。咪瑞哆哆拉哆拉哆瑞咪嗦啦啦嗦。咪好啊！如果我们我们照原来的高度上呢，咪瑞哆哆拉哆拉哆瑞咪嗦啦啦嗦咪，来唱歌词。山明海誓命，缘分两里破对半。山明海誓命，缘分两里破对半。哈？什么？同学说那低音低不下去的啊，他一直用个手指头往下面比来，没错，我告诉你，我们在唱低音的时候你低不下去，对不对？请你跟唱高音一样，把你的弓丸拿起来，山明海誓命，缘分两里破对，然后呢，你的这个要笑啊，要笑啊，还有呢，你的肚子要用力啊，肚子怎么用力呢？老师之前教过大家教乌鸦，对不对啊？你叫啊的时候，肚子是不是收进去？哦，就像这个怎么讲？我要走过一个很狭窄的巷子一样，你是不是小腹要缩起来？对，把你的小腹缩起来来唱来说，山明海誓命，缘分两里破对半。这一句从头到尾小腹都要缩着哦。你这样唱的时候呢，你肚子有支撑，就不会觉得低不下去，就会比较低的下去。来，不然不信，我们再试一次。来说，来吸气，吐气，先吐再吸的，吐吸，山明海誓命，缘分两里破对半。有没有好一点？好像有哦，那是因为你还不习惯，你常常练习，碰到很高的地方又很低的地方呢，一定要深呼吸啊，吸一口气，然后要开始进化嘛，爱吸气嘛，吸一口气，然后肚子啊，这个缩小腹啊，然后就继续唱，这样就可以了，没问题。来，我们再从心马路水寒来唱高的哦，来，心马路水寒，为那15米经里破，山明海誓命，缘分两里破对半。来第8度来，心马路水寒，为那15米经里破，山明海誓命，缘分两里破对半。好，接下来呢，两个人要合唱，所以我们要回到原来的高度来。拉哆瑞咪瑞瑞咪瑞瑞，西哆西啦啦。拉哆瑞咪瑞瑞咪瑞瑞，西哆西啦啦。
两人的手牵到这随风散，搁一摆来，两人的手牵到这随风散。好，安尼主歌唱完了啊，来继续我们副歌来。咪哆西拉嗦拉嗦拉嗦咪，来下面这一个呢，这里有2行歌谱哈，下面这一行是男生唱的，哆西拉嗦拉拉嗦拉嗦咪，哎，从头来，咪哆西拉嗦拉嗦拉嗦咪，哆西拉嗦拉拉嗦拉嗦咪，这个是男生唱的啦，好来这个。问爸你啊，写着海星海，写着山明海誓凌风行，凌风这里有转音，那首风凌风行，写着山明海誓凌风行啊。女生呢？女生怎么唱？嗦咪瑞哆瑞瑞哆瑞瑞哆啦，写着山明海誓凌风行。问爸你啊，这是叶若凡唱的，来换那个谢玉君来。写着山明海誓凌风行啊，叶若凡唱什么？写着山明海誓凌风行。好，接下去又换谢玉君了，来。咪瑞哆哆啦哆啦哆瑞咪嗦嗦啦嗦咪咪，咪瑞哆哆啦哆啦哆瑞咪嗦嗦啦嗦咪咪，那会变成一段茫无结局的酒泉，搁一摆，那会变成一段茫无结局的酒泉。好。女生唱完又换男生唱了，叶若凡又再问一次，刚刚是问8字，现在来问天涯来。咪哆哆哆瑞哆西哆西拉嗦拉2 3，问哆哆哆瑞哆西哆西拉嗦拉2 3，问天涯的路倒位行啊！来，我们第8度来，问天涯的路倒位行，再一次来，问天涯的路倒位行，啦瑞瑞。啦瑞瑞瑞瑞咪咪瑞瑞哆瑞咪2 3，啦瑞瑞瑞瑞咪咪瑞瑞哆瑞咪2 3，我那是无我那是一这里还有个还有拉长半拍有没有？我那是无你心孤单，这个心呢 ，re 上面有一只毛毛虫，这个是叫上坡音啊，上波音啊，这个是什么？就是 re mi re 是 re 啊 ，re 再上去是什么 mi re mi do re mi 所以这个 re 上面有个上波音，画一个这个弯弯曲曲的像毛毛虫一样，那就你这个音就要唱 re mi re 哈。我若是无你心孤单，心孤单2 3，瑞咪瑞哆啦2 3，心难下有一个转音在这里，心难下来这里来，我若是无你心孤单2 3，心难下2 3。好，来最后一句了。最后一句呢，跟刚才的这个凌风写着山明海誓凌风行同款，刚一句，可是要唱2个声音啊。那个男生唱什么呢？这个家我家下合同，其实这一句是合唱的啊。男生唱的歌谱在哪里？在这里啊，拉哆咪瑞瑞咪瑞瑞拉哆
拉哆咪瑞瑞瑞瑞咪嗦拉嗦西哆西拉，2、3、4，再一次来。拉哆咪瑞瑞瑞瑞咪嗦拉嗦西哆西拉，2、3、4，来，我们低八度唱歌词来。人生最后，我为选择你的名，2、3、4。人生最后，我为选择你的名，2、3、4啊，女生呢？女生的家啊，这一句是合唱，对不对啊？而且第一遍、第三遍都名都4拍哦，啊，这个第二遍呢，第二遍名只有2拍哦。来啊，这边女生怎么唱？拉哆咪瑞瑞瑞瑞咪瑞咪瑞哆瑞哆拉，2。人生最后，我为选择你的名，我为人生最后，我为选择你的名，2、3、4，有没有发现？人生在这按咱家是按开最后开始，对不对？最后是什么？咪瑞瑞伊嘛咪瑞瑞，加点瑞瑞咪伊嘛瑞咪，所以只有加选择你的名无同款所以呢，这一句我们唱到这点呢，心难下，女生来，人生最后，我为选择你的名，2、3、4男生呢，心难下。人生最后，我为选择你的名，2、3、4。很抱歉，我只能分开唱因为我只有一张嘴巴，没有办法唱出2个声音来，我们刚才第一遍已经唱完了来，我们来唱第2遍，然后呢，第2遍唱到这边呢为选择你的名，接下去呢要问8字，接下去的名只有2个拍然后要唱问8字，问8字是什么？副歌这里有一个旋钮，有没有？我们看另外一个旋钮在哪里？你家问8字有没有所以要接副歌所以第2遍唱要接副歌。来，我们现在就来唱第2遍，然后接第3遍来。拉咪咪咪嗦嗦咪来，我把节奏器打开来。2、3、4，想你的深夜，我的泪流成一面镜。心情不愿放过我，画中浮出你的影。心马路水寒，月那15暝情离破。山明海誓命，缘分两字破对半。两人的手牵到这，随风散。问爸你写着山明海誓冷风行。我这摆呢副歌我是唱男生呢，后边迄个嘛唱男生第2摆咱要搁唱的时候，我再来唱女生来按这问8字来问8字写着山明海誓冷风行，哪会变成一段茫无结局的旧纸？问天涯的路倒位行？我若是无你，心孤单，2、3，心难舍。人生最后，我为选择你的名，问爸你写着山明海誓冷风行。我这届唱的是女生问爸你写着山明海誓冷风行，哪会变成一段茫无结局的旧纸？问天涯的路倒位行？
我若是无你，心孤单二三心难舍。人生最后，我为选择你的名。停，刚才这一遍我唱的就是女生，对不对？来，所以呢，我们再给大家统整一下来哈。这边呢，下到三名海谁林红讲来，我们从男生从前面来，然后第一遍我要唱男生哦，来，问爸你啊，下到三名海谁林红行。好，来女生呢？女生怎么唱？问爸你啊，下到三名海谁林红行，哪会变成一段梦无结局的酒泉？问天涯的路倒位行？我若是无你，心孤单二三心难舍。好，来男生来，那人生最后，我为选嗦啦瑞瑞咪嗦啦嗦，来。人生最后，我为选择你的名。再一次来，人生最后，我为选择你的名。好，女生来，人生最后，我为选择你的名。二三，再一次，人生最后。我为选择你的名。二三四，停！以上呢就是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叶若凡和谢怡君老师呢两位合唱的《龙凤镜》，好听不？喜欢吗？喜欢呢，过年放假在家，来，赶快来去把这首歌学起来啊！先到网络上面去听一下这两位演唱的哈，再回来听，哇，更有 feel 呢哈！今天这首《龙凤镜》的《龙凤镜》都给大家介绍到这，来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